讲题是什么？蓦然回首，觉醒时。那后学可以悄悄地问大家一个问题吗？我们大家都是白羊弟子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白羊期，我们都是悟后起修，对不对？先得后修。那后学，请问，觉得说自己已经有觉醒的，请举手。那我可能没啦，名师指点，点传师，跟他点传师，大家举手。其实各位前贤都太谦虚了。如果各位前贤没有觉醒，今天会坐在这里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会愿意坐在佛堂的这个椅子上，启慧班也好，成全班也好，各大班次都会来。很奇怪哦，如果没有觉醒，愿意坐在这里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后学再问一次，请问各位前贤，大家觉醒了没？觉醒。觉醒了，有没有觉醒？有。那后学呢？现在要征求3位前贤来跟我们分享今天讲师这个主题。讲完之后，你有什么心得？各位前贤有什么心得？我们征求3位，已经有2位，后学已经找到条啊，他两个啦，还有一个啦，所以等一下哦，后学可能会随机哦，你的眼睛跟后学没有对上的，我可能就会找你了哦。如果你的眼睛没有跟后学对上，后学可能就会找你哦。那我们第1位，我们邀请我们的吴觉处长吴姐，好，她要跟我们来分享，来大家。点人师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午安。肚子饿了没有？哦，很好。今天的讲题是什么？再说一次。蓦然回首，觉醒时。蓦然回首，觉醒时。其实蓦然回首的意思，咱先爱知影，就是讲忽然。好亲像有人咧叫咱，我想讲，安尼叫做蓦然回首，就是讲忽然回头的意思。但是咱今日讲师讲了足精彩，唔知影咱各位前贤大德，咱有记得一句爱人，有感觉讲足有安怎，就是足关键的，要互咱踏入这个觉醒足关键的一句话无？敢有？敢有人会记这一句话最重要？有吼？好，有得真好啦。后学的感觉，而且做一个分享。其实咱今仔日讲师甲咱讲遐尔济，下时咱拢袂记得起来。后学着讲一个故事，互咱对这个故事内底去想到咱今仔日讲师所讲的。伫第2点，伊讲要改变命运。咱来修行学道，敢有想要改变命运？敢有？大家拢真想要改变命运。那么改变命运的第1个重点是啥物？信念。但是伊第2点有讲改变命运，伊有6个小点哦。第1个就是信念，就是咱的信念。那么，互我讲一个故事，咱就知影信念蛮重要啊。过去吼，这是实际哦。有一间学校因为种囡仔是毋是愈生愈少啊？所以有足侪细间学校拢安怎？一直收编，一直收编，老师敢爱去遐济个？所以呢，讲分落来，伊讲安怎？这间学校一定爱有一个老师转去别位。有底个老师爱转一个出去，结果呢，其中有一个老师一定爱去互转出去的啊。但是呢，迄个老师伊拢无想到讲转出去迄个是我。敢有人会去想到讲我一定会去互转出去？结果伊感觉伊做了足好，所以伊嘛足尽责，伫遮嘛足侪年啊，所以伊认为伊袂去互转掉。结果
明明呢，就是去转着伊，转着伊的时阵，伊对迄个当下知影讲，伊是要去互调去外位的，伊的心肝内是偌尔那怨愤，你敢知？为什么我对即个校长、对即个主任遮尔久啊？伫即间校嘛贡献足济啊？为什么转出去的竟然是我？咱若拄着，咱敢会安尼想？会。所以这就是伊的心念。伊对转出去了，开始怨恨因校长。结果一段时间了后，伊的胃开始出问题。食物件袂消化，啊袂食。人若咧怨愤的时阵，敢食会落？食袂落，搁困袂去。敢是食袂落，困袂去。结果伊一直做怨愤，即项代志是安怎伫伊的身躯？伫即2冬来，伊一直破病，去大间病院检查，去看，去食药啊，拢总食无效。结果有一天，伊互人甲伊介绍，大陆嘛有哦，大陆嘛有迄个啥呢？有2个足有名的医生，叫做刘大善人，交一个王凤仪善人。因咧看病吼，拢总用问的，伊要甲咱透咱的心结，因为有足侪病是拢因为咱的心肝内、咱的心念、咱的心结太深所结出来。结果伊就一直甲伊问，讲啊，你最近伫即2冬来，有啥物人是上届互你受气怨恨的，互你看袂过的，互你安怎样的？一直甲伊问到尾啊，即个老师伊才开始讲，有哦，我真上怨恨的，就是阮校长。伊讲啊，你怨恨恁过去迄个校长是安怎？伊就足无良心，足无天良。因为我伫即间学校10多年啊，竟然甲我排出去，调出去外口，我也毋是上界歹的。人嘛，阁有足侪老师拢会误会，会安怎？我是足真正的，他就自己认为他很尽责，无应该被调出去去较远的所在，一个新的环境，所以伊就一直怨恨因校长。怨恨因校长的时阵，时间久伊怎变成安怎？胃出问题，都会牵线歹势。因为着要互咱大